ご愛顧はミニピティグランド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歡迎到屯門畫室。今日介紹呢本咧新鮮滾熱辣，我琴日喺日本買翻嚟嘅《你的名字》嘅動畫畫集啊，我諗係佢有設定啊，有剩㗎咁樣，我開俾大家睇下。咁我都揾得幾辛苦啊，幾間書局先有一間有。咁啊封面啊，大家都認到㗎啦。我就唔會講太多嘢嘅，但係我就會逐版開俾大家睇下，咁啊望下本畫集裏邊有乜嘢內容，慢慢欣賞下，大家可以。咁初頭咧，佢多啲彩頁嘅，跟翻個故事時序嚟表達嘅。我又嫌啲圖唔係夠太大張咯，咁但係又好齊全嘅。佢其實係一本電影嘅設定集，就唔係一本畫集嚟嘅。前邊有多啲其實喺嗰套卡通片 cap 出嚟嘅圖啦，有啲文字敘述，全部日文嚟嘅。完晒啲彩頁之後呢，佢有個訪問稿，咁啊訪問兩個配音。咁啊今次真係非常出色啦！我不嬲睇開佢嘅嘢嘅，咁啊今集個故事講得非常好，我覺得我本人好欣賞啊！但係全部都日文嚟嘅，咁啊唔識日文嘅朋友咧就睇下圖啦，都 OK 滿足到嘅，你都估到嘅。嗱，呢個有個東京 map 咧，就係講翻裏邊嘅場景設定同實際環境，佢基本上用晒所有係現實嗰個環境㗎。咁如果喺日本住或者係有去旅遊經驗朋友咧，嗱最後嗰個樓梯咧，佢真係有呢個樓梯級過原來，你睇下，咁咧就係有個地址㗎啦。嗱，呢個圖一模一樣嘅，差唔多。須賀神社入口啊，大家一齊去行下嗰條樓梯啦。每個主角嘅設定、身高啊、衫啊嗰啲成好齊張㗎。
跟住場景同埋啲小物嘅設定，嗰條手繩嘅設定啊，點樣個 clip 點樣夾都夾好㗎。日本仔嘅設定真係天下無敵㗎。最後就係佢嗰個彗星嘅設定。今日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。中意條片嘅朋友咧，唔該幫我 like 佢、share 佢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。我教嘅油畫班、水彩班、素描班嘅資訊，同埋有關健美術用品嘅詳細資訊咧，都下邊 YouTube 嘅基本資訊欄度咧，你揾到啲 link 嘅，咁你撳個 link 落去咧就可以睇到噶啦。唔該晒，下次見，拜拜。